左边切到了第一个意识分班的意，第二个活圣护大佛陀，鲜活的活，第三个人来天成人，第四显化心灵明显明显的显，第五天眼明观天地的天，第六那个字不确定呢，切吗？切东西那个切吗？念作切吗？切勿才啊，勿啦，勿谈人谦啦，勿啦，勿就是不要了啊！这现在已经看出来了，是勿了，不要了，不要谈人谦嘛，不要谈人事的缺失嘛，人的家的过错嘛，勿谈人过嘛，哈。再来第七，天命带引天地，八谨慎行事谨，第九天生婴儿天，第十妄想求功自入前程，妄。第几个了？忘记了。第11个前程是谨前，第12个修道过程修，第13个一夫之行一，第14个嘛三朝元灵三，第15个嘛弥勒现世，弥勒祖师的弥，第16个嘛大同世纪大小的大，第17个救度遗迹，救度众生的救，第18个万古奇异万千万的万，第19个共会融化，共同的共呢，公共场所的共，第20个名流人间的名，第21个慈悲以对慈祥慈悲的慈，第23个人间秋雨人，第24个母心相连。第一个方形的有符号的字，那是母灵性的母亲，先天母亲老母娘。第二个心脏的那个红心的土，那个是心，母心相连。第20几个了，25还是20几？三期末世的三，倒数第二行，第一个字三会龙华的三。再来是可能符号两个圆圈那个